错风啊，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流去跳街，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你的几行茶最暖满意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天苍晚风在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落落。用下等等枪等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群细学生闲闲听念书，摕站牌下看无人放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后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阿福哥，阿福哥，阿福哥，爸，阿福叔，你有啥？人都袂收收啊？啊，水啊！哎呦，漂亮！哟，阿姑的呀，照都来去咯，哈？哎，阿福叔，阿福叔，有机会没？哎呀，我退休的亲戚不然退咗盡。哦，啊，喊拜馬本他家照顧哦，好了，啊，唔係講要買東西可以送嚟嚇，啊，我俾人買急吸茶。这回来一，回來去啊！哎呦！再來做好哎，再來做好。哟，阿文彪，喂，安念说，按照，我用大周都看到你的脸太急去了，忘去练那个天人三项啊。诶，也是我一个亲好嘅朋友老爱讲嘅，佢讲咧，练嘅太极拳啊，做得本来铁人三项嘅训练哈，更有效率啊，更有效率。哎，安尼慢说说的，咁有效，也便宜骗人啦哦。我查过资料嘅啦，哦，佢讲吼，练太极拳咧，做得本来嘅心肺功能吼，另外较强啊，也对嘅吼。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，是轻松有力。青春有嘅。安尼咁有用？阿文彪，我老讲啦，学打拳做练嘅有实用嘅，八极拳有听过？嘿，人讲啊，佢开门做嘅八极拳。八极拳呢，出手啊就杀手，冇办法错，一下就出人命嘅。想当然，我们是苦练过一包的啊，这种是阿老李小龙。李小龙，
李小龙、张怀是练的是咏春拳，他之后自己创的呢是截拳道。李小龙8极拳应该是冇上关哦。当然唔係講李小龍啊，我係講家嘅替身嘅主人。你重點也唔係李小龍啦，係我朋友，家嘅8極拳打到當好，我攞佢好嘅家人，佢講我呢3年已經有8成嘅功力咧，3、4、5年就做唔得，讓我減神啦。聽起來冇乜新哈，壓低啦，壓低啦。我做啲唔不服，來，來，我看一下，冇按用型啊，冇按用型。只有眼人所以厲害，冇，做唔得，唔好過來哈，冇邊過來，過去啦。阿連錯，爸，有用啊冇？小樂。廖文炳，你推做嘛啊？打咗可能大吧？啊，爸，我冇用，我冇用。我像個老文兵，也練拳的。練拳就練拳，做嘛不能打到人用啊？哪有不人打到樣誒？其實阿文兵真學打拳。總愛本佢是個信心嘛，係嘛？你莫看個頭髮跌下，廣東講阿文兵還幫我打假拳呢。阿年說好，一杯一強哦。爸，真嘅冇用誒。我哪會用誒？先我阿文兵，佢哋係咪當通啊？阿文兵都是啊，小樂，我不阿年說打到疏通叫通。有看到冇？功夫啊，功夫！萬人真見係高手啊！爸，你有見冇啊？我一定有外傷咧。可以嚟當洋葱誒，唔可以去淹沒啊！小樂，唔怕啦，打拳條吼，係按的啦，但一下誒就冇事情咧。冇事就好了，我再考下吧咧。誰你哦？慢行啊！阿燕嫂走啊！安坐。阿燕嫂，有，我見到你唔爽爽呢。有神到希望啊！我哪有三多嘢啊？我心情快。心情快，哎呦，哎呦！我的聲音唔低啦。可以了，動氣了。天在哦，念佛。地球暖化，見到見嚴重誒，我當笑啊！我嘅國際金融風暴哦，我都รู้。安坐，淑慧，你怎麼閒閒的坐在那裡啊？我就是閒閒沒事才坐在這裡呀。哦，英英老小倩呢？我剛出來就沒有看到哎。我按做出這樣誒。淑慧，啊？來呀！為什麼？你找我哎，你過來啊。我是長輩。哦，好啦，這點我輸啦，我過去。幹嘛？哇！阿元叔。啊？
警告过你哦，爱上我哈，你不会有好下场啦。而且你这么老了哈，伤心好难医哦。我现在就很伤啊！我是问你，你手里面有没有那个止痛的贴布药膏？啊，你要那个做什么？啊，不行！你该不会想要给我拿去偷卖吧？不会，我阿元像那种人吗？如果你说的跟我心里面想的那种人的话，那很像。快去拿！好啦，快点进来啦！讲通了。啊！球姨，我上头甲很参详。冇开事情啊？我无使摕我的提款卡嘛，我上头转账啦。哎呐，做得，不过我答应娘妹讲啊，唔有钱哦都乱使啊，爱挨老唔看店钱，故说我用钱爱讲清楚，爱用到哪啊？头家讲啊，虽然哦是讲，你从在网络上买日本流行发型动态全集。错啦！我头名日本流行动态全集，我某种狗上头名字啊，研究一下某一天哦，对生意有帮助哦。谈起来以后呢，唔有也行哦，懂好啊，就买呀听听啊。哦，还有足部护理保暖器啊，我某种狗上头名字啊，两样某一天某买，我无使感应卡购哦，说不定会大受好评啊。嘛该？足部护理保暖器。唔过嘛该爱汤唔是，唔过汤嘅名哦，一唱系好东西呀。错了呀，莫乱使钱呐，就好了呀。所以我使米咯。你最好了。少拍马屁，我去拿你的提款卡。好啊。东西哦，爱转来哦，不爱看呢啊，爱咩上学啊。天阳表演迄做较寒的啊，哟，你要进来啊？哦，人哋要去转账啦。佢雖然哦喺網絡上買東西，佢錢我嫌比，其實我寄東西來咩？寄東西啊？唔係買好窮的啊？佢有這邊買嘅日本流行髮型動態全集，然後嘅足部護理保暖器。日本足部一幅插樣嘅，唔過睇起來當怎樣嘅嚇？就是一套日劇的 DVD。DVD。日劇裡面的日本明星啊，有明星就有髮型，明星的髮型一定是最流行的啊。哦。還有，嘿娘哦，貴大爺媳婦起不會行來行去，這就是動態。米貴退哈，就是全集呀，所以就是日本流行髮型動態全集。看日本片就看日本片啦，哎呀，做在第個嘛個日本流行動態髮型，騙人的嘛。哎呀，叔啊，係咪唔怕講書好嘛？係嘅嘛個足部嘛個啦。足部護理保暖器。護理去拍迄當高科技的東西，攏超好。唔係啦，是一雙靴子。靴子。貴州咧叫的青木漢啊。哎呀，鼓手都按到足部護理保暖器。講到硬啲，你買鞋嚟做就買鞋嚟做，按到發售做乜嘅？唔老實。嘛唔係
甲因讲啊，我咪咪去拢会甲我球咪提醒安静静就无离偏的呢。嘿啊，共同救呢。哦，嘿哦吼，我要吃到安样，你无放偏呢。我会伫吼，我球咪系为我好啦。不过我真经无介意安啦，有拍亏欠系唔好啦。做咩嘿啊？去加钱哦，去加数张嘿啊。哦，来，我老娘在讲，我建议啊，你要组织一个经济自主联盟，错不？你做的太硬了，做得老去个夫妻了，如果个钱呢，就去个关注好，20配银，错不？错。好，你要争取人权，争取经济自主，错不？错。好，别人专业啊，做人啊，求咪讲，经过个钱呢，就把去个关注好咧，不是唔讲，错不？错。要是我们开起来，按发票。我唔讲咯。啊，唔通人家会议啊，记住讲啥，系嘛？别人专业老是听讲，我唔讲啦。连也唔讲哦，尽量喊到很吵，系嘛个？我球咪讲我伊面咪去吼，贵码头好啦，唔伫同娘子。哎呀，叔啊！因讲我就想哭啦，拜托啦！嘿啦，愿送天数啦，我来慢慢跟头家娘妈呢。好，那下来我要讲啦，好。真嘅啊？嘿呐。哦，王太成，阿兰姐，睇下啦，聽數。啊，你用用係嘛？依家都好嘅，用。演員喺門，用用嘅啊，自己落嚟出荷蘭，嘅坐低撩一下。哦，啲啊，有，有很多東西啊，民宿係咩啊？哦，有間公司啊，找派員工離行啊，喊出按到民宿吼，派發通啦。哦，我俾老死哦，規隊人吼，找跳埋啦啦隊鋼管舞誒。鋼管舞。做案使乜唔驚人呢？唔講，等嘅，實夢掉啦，你做嚟啊？哦，你冇聽錯嘛？要選邊鋪啦，實夢啦。聽聽。今日咩嚟做？好，嚟做咯。再來，爸咧，爸，幫忙再來啊！見冇睇戲人誒。冇啊，大家鐵雞哥冇看到假人，阿蘭姨行鐵雞聽班票，每年咩唔知幾周去嗱。嚇，今日咩唔知啊？專冇看到假人啊！又唔知幾周去嗱嘅啦，我出去情況啦。哦。是哈皮啦，还有淑慧，你都下班了，还来请你帮忙。哎呦，这个小事啦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谢谢。爸，你去哪呀？冇啊，奶，你注意下天天。注意嘛个事情啊，连体验都冇看的。注意買東西啊，你知道嗎？買乜東西啊？馬上叫。買東西就買東西啊，你知道嗎？做唔得，我講清楚哦，我要看你都帶買嘛，連戲院都冇得。就買東西咩？你講難多？係啦，我有事情啦，我有事情去請阿貴叔啦。乜個事情啊？你沒看人跳鋼管舞啊？你全部死落嚟都去跳。別笑，那面房做出啲嘢也唔做過，嚇！我係拍拍你照甲伊轉，你照去買啲啊？當貴呢？跟住冇懵啊！天陽行鐵咧走，你就去看人哋發通，人家看天陽，行唔掉
请慢你买票，阿勇，我帮你讲法的啦。哟，莫咁讲法，应该有问题的，迄观众朋友怎错啦？莫我天阳做一班啊，怎买票入场的呀？nhìn con thiên yang man lại đồng dân trọng à. Hả? Man lại đồng dân trọng? Thiên yang做一班，怎花錢去買票入來，叫人都浪費。我養成觀眾朋友啊，權欠的習慣怎錯？man來đồng dân trọng。過來還有個天陽哦，你來做。我冇攞人講呀，爸，我記得舉證所大戰日本日記係飛到亞富條嗬。係啊。你哪來錢買望遠鏡啊？不會挪用公款吧？哪個呀？還挪用公款？你大戰日沒有本來給人用錢呢，哪會挪用公款？你薪水都不用卡到死死的。我哪有卡來死死啊？我係講你亂使錢。你看，你根本有1、2百，你就買下有為冇誒，去夾掉本咯。我哪有亂使錢啊？一個南美人啊，手上推掉錢去買這個好的東西，用咗按樣樣。上班的按用講啊，結果還忙1禮拜，你就老錢全部死槍槍呢。上班嘅事情是較特殊。你大擺就按用講。用我講啊，啲錢都要分卡到死死啦，做下班唔好樣講，咁慘死。好啊，係你講的哦，跟我關係，我做老母啊，做下拿我本啦，我冇錯誒。哼。方宇今怎么这么生气啊？我又听不懂，你要解释给我听吗？我跟他讲很久，我回去煮面。我开呀，还，我又听不懂，唱，来这，乖。呀，老爷爸2、3年欠按叫，好的呐。上多就欠。真金唔轉，我要轉啦，銀行上班注意迄咧。給迄爺爸呢？人講啊，牙齒含會腦毒殺麻，冇按欠啊。係啊。迄來辦紙櫃啦，迄若辦紙櫃吼，咱伊團牙刷迄是真難哦。根本你心情就冇嘛好誒，牙爸講的法又行開本人欠呢。你阿爸哦，做較夾啊，冇計較啊。係啊，買去啊。迄件嘢吼，火氣特別簡單啊。係啊，馮玉姐啊，你根本你迄心情特別唔好啊，用脾氣按台。係啊，提早生就按用啊。一天按用，我有好辦法。那個辦法啦？现在郑重的跟各位观众介绍，就是这个佳慧4物丸，它能够让你在需要被呵护的日子里不再感到疼痛，更不会脾气不好。用了它之后呢，能够让你一切顺畅，每天都能笑脸迎人哦。走，那上班唔拢过呢，刚刚冇买，佮有存一条，很头真开嘛。我拿手面怕问一下肚子嘛。你要得摕咧讲乜噶？哎呦，你大早心情入梦，佮听到吼，迄个细妹逐阵日子会有个啦。系啊，咱上班有拢过呢，刚刚冇买，很头体真开嘛。唔怕，大家都会生每年挨底。嘿啦，有种事情哦，我一直提讲嘅。你要得全都上到几便宜哦。唔免啦，我迄下禮拜愛調到 PV 去，心情真無好。因為講到幾遠哦。哦，迄安尼哦。啊，釣幾久啊？唔知誒，講媽家幾片搶你，啊搶時釣過去幾張嘢。還會釣轉來嘛？還會啦，不過免無講愛幾久才可以轉。哎呀，又唔係唔會釣轉來。係啊，你一定唔知，幾粉紅當然呢，我當然啊，腳條병差，冇上班就付唔到。啊，大早會紅哦，迄個聽說好唔起啦。冇配啥做得釣哦？冇啊，我主管很愛去耶。你冇問騙人哦？係啊，怕迄個做無依久，才會請到我啦。哎呀，走條路咩？新人哦，本人欺負一隻油啦。係啊，係啊，做乜解啊？
你就较软调的啦，以后就够摕的啊。也较用口按用的啊。安就错啦。还有哦，你老娘爸去欠款点的是应该的。你怕迟到，我用钱唔方便，总袂欠啦。哎呀，像我吼是感觉真无理偏的，那迄钱啊，你爱袂使自家管吼，安去挑好啊。哦，下摆我就唔是老母管嘞。嘿呀，安挑好啊啦。本娘妹就好了呀。啊 ，Q 咪，我没搞意思啦，迄买摕咧阿姨好冇？你最好了。低少就好了呀。唔看呐，细人哦拿到钱哦就乱使啊。嘿，听错的人哦看点。我爸的身体每老生影强用就出啦，唔免我老几吞宽等哦，其中他就谈骗人呢，乱投资乱花钱。这么该啊？哎，唔对晒来按叫，我都有看到。阿言哦，该动到。我又没吃到呢。我看你等你强下，当然无吃到啊。应该哦，并较上调的本钱。嘿哦。本期听听的好，莫按呢哦，应中电器。哦。梁生，你好要注意哈。出门啊，前要退好来，行路要看路，莫抢古等高哦。对啦。阿念叔，安走哦。安怎安怎？你都在看杜建部哦。哎呀，主要防疫啊，总较万爱啊。哦，安到本哦。哎，佮长洲爷都见谱啊。哎呀。哦，按报咯。哎呀，啊咱姊，唔要铺的图，主表示8，唔信也来看。啊。有2万5呢，按多钱哦2万5，看，哎呦，英英啊，你冇看到个细细点的一个250，那2万5。哦。唉。要不300哦。哦，50条。阿言吧，你怎么有按到的杜金铺啊？两样都做唔对的啦。每一本谱的啊，就每一本谱的一段故事啊。嘛个故事啊？像书我买个60几本有无？迄哪几本200块啊？就会去用是家己的当太监的每一公司做事哦。哦，迄总经理是一冲死爱啊，一想爱，唔得成经理的，忙啲。忙啲，个同事出唔好记。我2本嘞，300块的。 300块几本哦，就个经验啊，我伫个广告公司做客服啊，去拍的啊，这样是若写案的哦，是唔伫去多哈服中医的个，忙啲，你摆头家有目测嘅。哦，我汉语本嘞。啊，几本哦？来吧。哦，诶，要本做股票嘅股票啊。 还有10多年吧，这样是拄好拄到个股票太跌，这样是伢都入唔低哦，伊都生意跳了，哦对咯，那啥啥嘞，那伊买台湾险走路，走路？没啦，重新生涯规划，生涯规划呢，当然是条方要有现金嘛，你都讲错嘛，冇几多钱嘞。按波伢咧就你是钱买的呀？就冇一多啊，伊冇一多钱，那有蛮励志啊。讲，伢咧就拄件谱诶，迄唔拿去整理，比惨的冇存意吧？跟银行所有人变做，
禁止户啦，都是啊，交你之前一时阵唔会分呢。你拍嘛该无去倒的啊？哎，讲是讲无几多啦，不过你按多本啊，丢丢还没有钱过啦，丢丢钱唔拿转来，拍拍算本源哈，那可能啊，还能去拿转来啦，去杭州的人啊哩啊，是从澎湃呀。阿月嘛，欢迎你好啊！唔是等见的，你要客气啦。好啦，好啦，顺再见哈。拜拜。文彪啊，文彪啊，哎呦，Peter，你今日用的暗夜喏，我等到睡提起来呢。原本哦就不用了清明日啦，啊个银行怎安排送去转去啊？副所长没到安家啦。哦，没事吼，腰开背掉哦。讲到个消除疲劳啊，我用爱自家朴素哦，自家朴素，为好嘛？讲不来谈来，宽等啊！来，叫我吼大腿来，来，吸气。大条的，大条的，这么的，哦，俺就腰子一酸的，还苦落去，哎，就会按钮，啊，大条的，扶大条的，再过100啊，来哈，来了，哎，往后再来，哎，再大条的，哎，腰不要动，哎，头往前，哦，像秋水按钮有吗？有吗？再过往前，来，大块来，哎，一号，来。后背，哎，慢慢拉起来，哎，我搞掉了，我搞掉了，哎，搞掉了，这么的，俺因为饿死的啦，哦，你偶是应该副卡做嘛该？吐气，往左推右，往左右推。推窗望夜。屁卵！你在干嘛呀？俺在练太极拳啊。哦，你想要用太极拳结合两个臭把戏，成立太极马戏团哈？无安排啦。你又无安排？干我咱摆就安尼慢动作，变成臭把戏 ，slow motion 的溜丁，全世界有听做无人做得到呢。听讲你开始就开始练了哈？免得小男人吧，讲笑的啦。我可以有种讲笑咩？哈？屁卵太少呀！来拜托唔好嘛？你冇哦，用个慢动作表演臭把戏 ，slow motion 的溜丁，冇按慢动作打太极拳咩？因为人家拳要上困啊。哦，出冇呢，冇，因为屁卵上困啊好啦。嘛该对人民就该生意做得比较行较好，就应该去做啊。冇哦，像我哋当年摇呀，嘛该事情都唔会做，人家神庙有嘛该意义啊？唉，冤枉！楚慧，今天戏院怎么公休啊？我不知道哎。那我爸呢？你有看到他吗？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《爱元书》哦。是哦，会去哪里呀？谢谢啊。爸忙转哦。爸忙转来啊，见无睇戏诶。无看到诶，我搭飞就问过诶，望因伫去囡仔，天怕要无食。啊，姐，
爸敢要用的啊？那唔对喏，拍行去咧欠爱啦，就很爱。去用时哦，小公去记的就好诶。唔会啦，唔是小安多啦。张啊的啦，你那多张啊，我见我一呀几啊，来做嘞，冇诶。爸，歹势啦，俺要调色人眼界，俺很凶哦。哎呦，阿芳姨啊，你的爸爸妹呢？爸唔会让计较的啦。笑一下，来，咪叫我来，笑。啊，你根本要按欢喜啊，你吃酒哦。唔对哦。张啊的啦，你那张啊有钱哦。假使用的啊，听都按用哦。唔对啊，冇看就好了啦。哎，方阳讲你，方阳，按子说，什么你？哎，方阳，按子说，什么你？嘿嘿嘿。哎，方阳，嘿嘿，方阳讲你。阿元叔，哎，诸位，这边我也有啊。请你的。谢谢。哟，不是阿弟。阿元叔，你怎么啦？见人就送咖啡，有喜事哦。嘿啦，那要不要跟我讲一下？啊？讲一下啊？不太好说呢。不太好说。哎呀，哎，你跟我讲一点点就好了啦。一点点哦。这哎呀，还是不说好了。哎呦，阿元叔，有好事情哦就要跟好朋友分享啊，讲啦。好啦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问哦，我就跟你讲啊，讲一点点就好。好，一点点。我发财了，你不要跟别人讲哦。满意吗？怎么啦？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再改啊。啊，不是啦，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哎，我有答应阿元叔说不可以说出去哎。阿元，我们也不会说出去啦，保证守口如瓶。知道保守秘密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我们做邻居跟好朋友的，应该要替你分担这个痛苦。那你们不可以说出去哦。阿元叔说他发财了。哎，阿兰啊，哎，堂讲吼，愈好愈变呢，进买钱呢。阿年是年度价钱球哦。哪一球的事情啊？有冇通去讲？年度钱马啥要讲啊？像你那条路天吼，愈顺臭地度吼，还有冇俾人看到的哟。明芳啊，做人啊，要独身。是讲我用的钱，而且讲一些去赚，唔使听人讲啊。佢头摆有啥嘢，廿多錢以後啊，當日出門，佢算行到頭來嘅。哎弟，清明本菜沖死嘅咩？弟，你還上嗰條魚尾毛誒？哎呀，好啦，你凊彩講講啊，打嘴鼓啦。講呀，行講冇。爸，念到暗度，你哪念轉來啊？吼，就讲得没用念妹妹。跟你講清楚啊，要錢很用得來。你知道我們老戲嘅錢量出來吧？哎，奶奶我呀，啊，說那個爸體驗的木主地度很容易啦。爸，姐妹關心啊，這樣做買壞事情。愛弟，阿爸你啊生意啦，雖然冇做過一道好事，但你個好壞兩件事啊，我總分得清楚。阿記這個錢啊，我始終唔會記記啦，唔是硬到按手啦。跟你講，要錢很用得來呀。他個富的就假師傅呢，哎，那可能為了個10多萬呢，那只講人家買退啦。哼！見上見。哼！俺又硬吃到有問題呢。你還沒吃我爸爸乖乖。把這件東西弟弟喺咩抹噶？唔過我再調到 PV 去，都冇閒，又要加班，哪有時間看電視啊？這件當手機去做嘛壞事誒？阿娘，聽說有嘛事情，他卡這麼傳來傳去。哎呦，阿蘭姐，冇談過一句名言嘿，有言自己自詐。
俺钱咧硬生意，乱从乱讲的啦，哪有嘛个？哎呦，哎，莫讲就莫讲，哎，讲凊彩冇问题。安好冇？哎，田嘛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。请问，如果我是说如果，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银行户头里面忽然多出了一笔钱，他把那个钱领走的话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那就要看银行行员是不是他的疏失所造成的。那如果是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也不是什么大罪，在刑法上也无法构成侵占罪或者是诈欺罪。那就还好，哎。不过，还有在民法上有一条不当得利，被查到的话，还是要负民事责任。啊，民事责任那很严重吗？不会，这种民事纠纷，通常你只要退还款项，大多都可以和解。如果真的是银行行员疏失的话，那就更没问题了。只要你把钱还回去，他会跟你说谢谢。哦，那就还好还好。不过，还有什么？之前还发生过这样的案例，犯罪集团利用那些没有在使用的人头账户来洗钱。人头账户的当事人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在法律上已经被认定为是共犯。如果被抓到，还是要负刑事责任。刑事责任？对，就是要坐牢。啊，坐牢啊？不过，什么不过？还有什么不过？你一次讲完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啊，心很单纯。还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，不知情的人把钱全部领出来之后全部花光，犯罪集团知道了，当然不甘心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讨回来。啊，想办法讨回来？什么办法？就是找到这个把钱领走的人，然后把他带走，之后就听说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。啊，那不就是黑白两道都不能容身哦？不要紧张，说不定是一场误会。哦。误会，那就好。田，要停也要讲一下没？抱歉，但你走路也要看路。对了，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，如果他遇到问题，请他一定要报警。报警哦，我知道了。那可是报警，那钱就要缴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当然。我生意失败，我就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在身上。你？没有了，我是说我朋友啦，我朋友。总之，请你朋友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可以贪图钱财。如果私下跟黑道解决，谈判不成，很有可能被看破头丢入大海，从此人间蒸发。我知道，我会跟他讲。还有请你朋友现在没事不要出来，说不定对方已经在调查他的资料。调查资料？可是我又没有给他拍到照片啊，他也不知道我住哪里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拍？你？不是，我是说我朋友。好，我还没有说完。现在的黑道都很厉害，身份证上面有照片跟住址。他只要找到你住的地方，确认有没有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人，之后就会马上动手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他讲了哈。好。那个伞啊！来，赶快拍照！1、2、3！不错，等一下，再一张，不要动！3、2、1，下！你看，快！哇，这个不错哎！不好意思啊，那几张删掉好吗？有我的。为什么啊？没有啦，我对自己的造型不是很满意。我昨天没有睡饱，而且黑眼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
拜托，是你自己没注意好不好？我们又不是故意要拍你的，凭什么要我们删啊？我是怕你们 po 上网啊，像我的女儿一样，上次被那宅男全部把那照片随便 po 来 po 去的，忽然之间一下变得很红，然后走到哪里都不自由，我怕我像他一样你想太多了吧？白痴！神经病！你们敢 po 我就告你哦！我跟你讲哦，这真的要 po 马赛克好不好？至少喷个雾嘛。先生，坐。来，瑞英啊，去倒茶，有客人了。先生啊，我们现在男士的洗加剪有特惠价199啊。如果你要染头发加烫头发，还更优惠哦。那我全部都来啊！交给你们设计了啊。阿元叔，那当工作都按样去，今日喊你一下就认得出，强厉害。哦，可以了哟，这消息是正经的呢。太卡主讲我最，我们不是答应苏万摩赛讲吗？哎呦，我又唔会讲，迄苏会讲诶。讲啊，该啊，做啥？哦。哎呦，根本你娘诶，做得按摩强样啊！牛子夫，那懂贵哦。做得啦。根本你头脑毛爱娘会做啊？哦，我突然间想要沉重嘅后生时节的感觉啊！你主人话听设计嘅，今日啊后生嘅轻流行嘅样式，按样做好，按样做好。会，你看呐。哎呦，天呢，剪呢，娘咩色，但是怎么冇同样？1600，用1600啊！哎呀，叔啊，你系 IQ 吼，面贴好嘅差哦，一罐2万。2万，按贵哦，我真也是的哈。唔是客气，太讲试试按叫，就睇一下啦。就得。可怜冇？可怜。阿元叔啊，阿你做得冇啊？我睇睇你冇。都好。爱做事。详细啊，你条特殊的服务要钱吗？唔是钱呐。不是啊。不是就好，用好良家的金币，服务变都按好咯，按多。哎呦，我哋哦，迄绝对冇欠我人下，不仅冇欠我服务啦。嘿，你嘛系爱条好银卡？啊？条好银客？那样子变条好银客？阿弟咧，你睇迄咩？你眼就多多马斯啊？想讲哦，就莫讲啊！经过就尽量拜托，照顾爱条，用就好了。阿元叔啊，阿娘做得啦吼。做得。我哋有乜嘅唔好地方哦，我講哦。唔好，當好啊！電到迄眼，我拜託廿條哦。亞視啊，千萬莫講出去哦。尤其嘅我演示嘅嘢，我聽見啊，拜託，我冇嘢啲。唔會，我唔會講出去。係啦，也咩我哋服務頂級客戶嘅守則之一啦，嘅保密、尊重隱私。錯。哦，今日設計嘛個造型啊，較後生地方如何啊？傑尼斯好唔好？傑尼斯。這傑尼斯我知啦，佢哋演唱會哦，動到什麼年哦，都半件嘅味道，勁係喎。嗰個是傑尼斯。去準備啊！好。哎呦，阿年啊，有了幾飛哦，還係愛送啊！做得買點紅嘅幾點券啊！買5000哦，送100。點紅那樣子又有幾點券啊？條好人客啊！條好人客啊！條好人啊！條好人客。
通常男人会开始打扮自己，只有2个原因：一，要么就是突然发财了；二，就是谈恋爱。开元，那你是谈恋爱还是发财？对，我就是谈恋爱。你看，完全被我猜中了。不过爸放常常用爱去结婚啊，无通过期老板你看啊行啊。这边本人做到，唐曼你讲的。常打电话给阿兰啊，糖豆呀。哦，还有糖的哦。哎呦，唔多糖豆的啦。想睇過去，萬要年初2、3、3、5、來去天馬，看到是你冇嘅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兒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生本意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對面嘅生本意，總會講你隻手起甜。